Shalom 平安，隆重兄弟姐妹們，是加分在見面，在呢一個客家福音裏的兄弟姐妹，你看呢一個風景很正眼，隆重到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做出嘅提示，上帝做出嘅天體，做出嘅人，係提出世間裏享受嘅做出嘅東西我相信呢下嘅世界行道唔係平凡，經濟也行到唔係平凡，唔係容易。人家講前面啲人半年了個苦咁多困難會嚟到每日你嘅生活中，但係唔是驚但係我咪講唔是驚啦，因為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熱天即刻要流行。希望兄弟姊妹睇下呢個福音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熱天要流行。但係呢，因為在呢個馬太福音10月28節咁樣講到，隆重你喝你肉嘅嚟嘅講你要苦難擔當，要煩惱要冇嘅顯現喺心中，要煩很多問題耶穌基督強隆重人嚟到佢面前，但係呢，因為耶穌開了本隻家佢本隻家寬快嘅講耶穌講我安慰本嘢，我開了本嘢撒隻家嘅謙卑嚟到佢嘅面前，求耶穌拔出一個奇妙小眾嚟幫助自家，但係咧，因為一福音講出隆重喝嘅、隆重肉嘅、隆重冇辦法嘅嚟你我本意困費，乜嘅意思呢？是家你社間你做，是家你社間你做嘅工作，隆重咪自家瞓，咪自家咪自家肉，咪自家喝，咪自家想下冇辦法冇挑戰，但係耶穌講自家啲嚟你。到耶穌咁講嚟你，或者啲嘅熱天要路開本食家，熱天佢要貧乏大食家去得勝嘅路，熱天佢要貧乏安慰本食家得到嘅好嘅路，人班而家得到呢，食家成咗去謙卑啦，去聽一個福音啦，去順服一個法啦，佢講嚟你食家唔係講大長超嚟到佢面前，嚟你係講食家提熱前出去先説佢咯，然後嚟到佢計咯，你冇説佢人班又嚟到佢計呐，像啲人啲兄弟姊妹掹説嗌你要夾又嚟到你間，又夾嗌貪講法間熱樣食家去嚟到耶穌嘅面前，前出去先説耶穌，人班人説耶穌呢，提熱食家樣講，食家計一係用信心嚟去説，因為佢嘅福音講出羅馬書嘅啲佢用人講到你計在你信任，你心裏相信耶穌基督係上帝嚟到世間出世，死喺十字架。凡生都係為食間人民嘅錯、人民嘅罪嚟撒信任嘅，嚟撒相信佢撒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我禱告你得到嘅恩典，你打開你心，你求耶穌信任佢做你上帝，做你救主，你得到嘅恩典。喺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，我感恩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